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高雄有民众接到罚单，地点伫前镇区的凯旋四路甲中兴路的 T2路口，违规的理由是缀着造化线。当事人感觉真无合理，因为这个造化线就甲机车的大转区连相挖，要大转的骑士是一定会去缀着这个造化线。民众真气怒，讲安尼方法根本就是空牛落乱，地雷陷阱。 东段商品顶悬，骑士准备被抬转，锁定伫咧造化线顶悬去罚款900块。骑士当然是感觉不合理，是蛮瞎的啦，对啊。要是他挡到了我们去前面待转的那一条路上，罚单顶悬违规的事实是无遵守道路交通飘线的指示，第三是有话想要讲。因为正常人我们在直行的时候要右转进入待转区的时候，我们并不会去。 我们就是会慢慢靠右嘛。这个地点就伫咧高雄凯旋四路甲中兴路 T 型的路口。实际来观察，未少的骑士经过这个路段，拢会缀着造化线，而且飘线就伫咧台转区的边啊，两个大细差不多，真歹无缀着。民众就骂讲，这根本就是罚单的陷阱。迄个伤近啊！ 应该是搁较背着看，因为你像怎啊执行的来，我搁爱坐安尼过来咯，当时也弄着啊。他被罚应该很冤枉啊。严格交通局解说，会设置造化线是为着避免后边来车弄入去台转区去弄着台转的民众。如此一来，骑士就必须爱先倒弯才进入台转区。就算讲去红龙，直接抹伫咧后边的车辆，严格无人愿意安尼骑。一般道路可处新台币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款。如果要进入机车待转区的车辆呢，也可以采用渐变的方式来进入机车待转区。今年到目前为止，已经有10个人因为类似的情形去放开单。警方表示会向权责的单位交通局来反映，若是确实属于无合理的工程，会另外请采决中心温准撤销处罚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，开启小铃铛。